观念不对啦。所以这就叫牵你的手，嘿，大家变做行较老，就是无法度。所以阿嬷某啊，第一点爱时常沟通，彼此导出平衡点。啊，未结婚以前嘛，对方拢做好，非常平衡。就是结婚了了，不管，我感觉你搞我，我这个毛病，这毛病哪只变？总是唔咧。所以咱讲来，一句讲什么？结婚是什么？没有。客人无好讲，目睭高度打啊，真叫唔住。啊，当初你搞那大家你侬我侬，你亲我亲，这么好啊？所以拄则讲个个，真正人甲人之间的相处，啊，若因果关系嘛，无法度。你交这个时阵，对时阵要结婚的时候是大人无同意，叫你唔结，但是偏偏要结。非你不嫁，也非你不娶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然者你嫁落啊，娶落啊，要安怎？不能当儿戏嘛。所以你怎么去调节你的？你要彼此是沟通的。所以阿嬷相处上重要是沟通。啊啦，汉语叫做沟通，啊沟通就叫做交通。所以有沟通袂起来，咱用对方彼此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无讲伊唔知，但是讲唔通大声哦。啊，讲袂大声的时阵哦，我其实我讲本来就无心意嘛吼，互你会会个倒嘞吼啊，你更加严重。所以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，透过沟通，你才会增加到人与人之间的什么去了解，化解很多不必要的误会。诸位，今晚唔是像古早时代吼，我就念念啊做人袂知。我唔敢碰到吼，有诶有使偏到你会感觉问伊敢会切死。你若本来会当使你做，啊本来会当讲做人事务吼，你若着做人坏事，你一工若无做，咱会怪伊咧。啊，来当初咱就莫做。结果做到尾是咱自发应该的吼，啊是啥人？到底是咱对还是对方人对？是咱对的，咱本来就应该安尼做，是咱对。即摆咱做一件事，哇，迄个是另外一个事，我不用做吼。啊，即摆做坏事我做，你是讲咱无做唔对的，迄是咱的关的，那个是自然的错误。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咱你讲你今仔做嘛做好势嘛？确实咱做负担变负担，做负担变应该，无做嘛应该，天道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天道人夹住讲吼，有艰苦无？艰苦咧，咱嘛知影咱太太做这个事啊。但是吼，咱袂使去讲话，讲话是讲一个家庭，对咱讲对安怎？所以咱讲我心无天道比我心，这一个对是大人，一个对太太，个对是谁哦，有影当时出代志啊。但是只要咱从咱的本分做好。啊，所以迄中间你若发现有啥问题的时阵哦，第一爱互相沟通最重要。啊，你哪沟通？后一点，把你的观念、你的心情给放下。两个人要互相探讨到底对到唔对，要产生啊找出平衡点嘛。啊，你讲，啊，我就要安尼，啊，你是要安怎？啊，对方就会甲咱讲。另外，你先生在讲，啊，我嘛安尼，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啊，无你切好无？即摆人就安尼，安尼就有啊，安尼沟通，你免沟通，伊种免学，免学习，免死。所以，把你的心情放落来，然后呢，主动去听对方，伊到底有啥物心声？但是我讲的这卖欺负啊，因为你若大声咧，钱就袂大咧吼，开始啊，拄我太太你出门哦，古怪咧，顶狂来飞咧。啊，先生，我伫咧看杂志的时阵，怪迄册搁杂志来买咧，怪来啊咧，对不对？这开始啦，好，
编判书、法助、纲书、检验拢赶快。我们要沟通，就是把这4个把它抬上场面，做一个程序。第2个，夫妻之间要不要相敬如宾？彼此之间要互相尊重。好，可是阿妈某一个斗阵，拄我讲的，未结婚以前拢看你好。即摆就结婚了，是咱伊无变啊，遮尔济，咱是原来遮尔济，较早拢无看到。所以，咱现在时代有讲到一句话，我觉得不错，提供给诸位啊。他说：“相识容易相处难，相处容易同住难，同住容易结婚难，结婚容易百年难啊。”初初见面，甲你大家实招真简单，但是若去住做伙吼，有机会拄啊出去佚佗，还是靠住住做伙就大家。即摆若搁共做伙，住做伙来租厝啊，是啥物哦？咱细人搁我口仔打初初看，都无共，咱就无变遮尔济。即摆搁结婚的吼，结婚前迄边拢好用，后壁边拢无，搁去看，哇，操！若安尼去维持，怎讲诶？一生一世始终如一，安够法度？没有办法。所以就怎么样？听阿某，你感觉无头前就无要讲话嘛？看是不是？我刚才在看到有些，我卖讲，卖讲，说，讲甲无话讲话，有安尼无？那个叫做静，就是静了吼，就是进入冰哦。冰就是你也无咧互相沟通嘛，最后怎么办？竞争啊！一个句来，即摆人开始就讲出来，大声细声时候，吼！我讲的，顶挂会飞，你手哪来无？同骹同手啊，相拍啊，伊要拼的。即句来讲，我即摆社会安尼无？伊坐咧，尤其咱查甫人嘛歹势。拢是把查某较济，把太太，当然太太若到强势时，那会办，但是咱一般拢大部都是，先查某甲会起工起卡动手较济。若做咱太太若是吼天生下的吼，咱就不甘示弱，无嘛大个，细嘛大个啊，对不对？我查甫人较大个啊，查某人较细个啊，有人花钱嘛袂，无白白六好，白白六精哦，无可能。除非你是做嘢是可以，拄仔你讲的，你欠你红的，你甲拍种袂不会为所，所以就做可能注重音乐啊。所以夫妻相识之道，除了刚才沟通之外，我们要什么？要互相的尊重。要哪尊重？你加想对方的好处，欣赏着对方的嘛是好处啦，吼。体谅对方的难处，包容对方的短处缺点。我讲，这4点你若做会到，我甲你保证，恁阿某就是天天糖甜的物件，天甘地甜，知无？所以咱咧依受对方，所以有一个典故，有一个阿某啊，哪怕去做介，伊就到事务所，伊啊。就大家，因为即摆咱议会政府上的那个吼，你反例了吼，那个你那个律师嘛足好，按古早人囥河无囥鱼嘛。如果你两个我去会要离婚，但是你今日来到我遮，你就有缘啦吼。但是是毋是我一个要求？一礼拜以后恁才来办，莫即摆我就甲你办嘛吼。但是一礼拜这中间，你要听我的话。恁等你相处看卖，若是若无法度，你要来以后我绝对甲你办。这两个要离婚的阿某啊，到底是怎啊？办就办啊，讲无要紧啦，这办嘛是早办啦，办嘛是人要离婚，一定会办啦，对无？你著听我一礼拜。
他意思讲安尼好，看到你就切安尼啦。啊，结果，卖一礼拜以后。 小趁的呀！要当然你是一礼拜之前就要讲叫我老公跟爸爸拿